2026年丙午年對任癸水日主嘅人嚟講呢，係偏財同埋正財年。無論你係身強身弱，無論打工、老闆、學生，你喺事業同埋學業上邊呢，都一定呢要有經過呢個食傷年啊、官殺嘅年份呢，喺打好前路嘅前提之下呢，咁喺丙午年呢，就係你好嘅流年啦。八字呢要成個盤咁睇嘅，會有其他嘅變數。喺你要喺前提已經有正確價值觀、積極嘅情況之下呢，今年先會有好嘅事情發生。希望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玄學嘅知識啦。講咗好嘅就要講翻啲小心留意噶啦。八字盤上面呢，見比劫會形成呢個比劫奪財，會有呢個破財、財來財去嘅現象。男士女士都好，小心留意感情，小心會出現第三者。十天干日主全部已經講晒啦，祝大家喺2026年馬年事事順利，安自在，福慧滿載。拜拜。